哦，这古老建筑，刮柱，这古老建筑的这个叫瓜筒啊，瓜筒，建筑用到的啦。好用心在准备。赶快来参观哦，还可以得到音乐 CD 哦。8月27号晚上5点，他们是5点啊，7点，晚上有音乐会哦。原来是民族管弦乐团要来这边演奏啊。吴俊华音乐纪念馆，那柳营火烧店。新营柳营桥，然后右转，有一条路在堤防旁边，左转进入一条往火烧店的路，大概5分钟就到了吧。